去公庙内面拜拜，拢会看到葫芦树也是天兵天将，这代表的唔那是宗教信仰，更是传统工艺。台南市文资处邀请陈山火、廖清章甲蔡德泰三位技师，用36观众做主题，展现出剪梁、彩画、插花等功夫。那我们一直都认为，庙宇里头的这些传统工艺，其实就是庙宇里头非常珍贵的一些珍宝哈。所以我们这次集结了3位艺师的一个作品，以同一个主题来做一个各种不同技艺的一个呈现。伫地人间国宝传统木雕重要技术保存者的蔡德泰，创作生涯得超过40档，用双手保存以早传承落来的宗教工艺，和传统文化会当代代相传。做到现在已经将近60岁了，已经做了47年了。那我还是觉得说传统还是有传统一定的美。我还是坚持用我传统技术做一些传统的东西，把它给留下来。那以后给一些想学习枣花技术的一些学生啊，一些年轻人来可以做一个参考，说枣花技术可以做到怎么样一个精致度。除了透过展览呈现36观众的技艺，市长恩伟体也代表市民表扬登录传统工艺4位保存者，受尽并关键卓越市民，感谢技师长期对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甲维护，以及推广传承的用心。不管是伫近代或者是传统，拢总有咱的台湾艺术工作者的一个重要的位置。我想伫遮再次感谢各位老师对着咱文化，对着咱的这个都市，对着咱台湾的贡献。嘛伫世界，我想到这个种种的传统的文化内底，一定有咱台南的一个所在。该展览为今仔日开始，伫中亚艺文中心展出到10月29号，欢迎民众前往欣赏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